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欢迎大家又来看安尼当日一句客家话今日我来老大家介绍一句on到南哦，一句40连腔哈，4个字连在一起的，都是呢喃的喃哈。那比较少听到哦，迄讲阿文哥较少听到啦，有的位详情应该有听过哈，来看一下这个解释。华语的解释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哦，啰啰嗦嗦的，整天说啰啰嗦嗦的，说个不停的样子，然后进前讲过几句，个念当中央啦哈。来，例句，老阿伯七家己个念，唔伫迄念嘛个，老阿伯七家己个念，唔伫。嘿，念嘛给好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老阿伯老伯伯，七家自己啊，体格就是在那里呀，那就是在那边，在他自己在那边唠唠叨叨的，啰啰嗦嗦的，的，嘿念嘛给不知道他在念什么，哦，怪怪的哈，怪北北哈。那其实意思就是说，那某一个人在那边喃喃自语的意思。其实看华语的字面上好像比较清楚，喃喃自语哈。好，两个相似的词呢，有就是之前的喵哦，或者是华语的唠唠叨叨的。那我是认为它比较偏向去那个偏向是喃喃自语比较不像是前面跟喵，有点是一三音对一三音一个人。对另外一个人唠唠叨叨的有点点不大一样那个经过例句的解说呢，就会感觉到不大相同就形容一个人七家己嘅七家己嘅喃，唔知道嘅念乜嘅东西，按啰嗦好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也就係基本嘅，然後大家介紹嘅客家話喃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什麼你按子些哦。